深水灣壽臣山嘅山海景啊，係一個960尺嘅3房單位，廚房呈 L 字形，空間都非常之足夠，仲有埋工人房。客飯廳方正寬敞，第一間睡房同樣望住山海景，做咗書房嘅空間。第二間睡房同樣望住山海景，亦都利用咗走廊嘅空間做咗收納櫃。主人套房嘅空間更加之大，放到雙人床，放到梳妝台，放到衣櫃。主人套房洗手間，港島南岸4B 期海盈山，係港島區相隔約30年首個地鐵上蓋大型項目。項目總共368伙，3大發展商聯手傾力打造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樓下亦都有大型商場，約51萬尺。屋苑亦都設有大型會所，亦都近國際學校，頂級嘅私人會所。遲啲喺度可能仲可以拍多啲遊艇。